俊字係信話信啊信啦，陳坤信34歲，超大嘅，屌我算溝唔到女咩？點解要咁樣啊？OK，可能係貴撚事，即係貴撚事煩啊！咁呢條女其實遲早都俾你食到㗎啦，我睇見我保險項目單話喺2021年7月9至10號喺新界青山公路某房間拍嘅事主透過視像系統作證，佢話佢同被告約咗喺2021年7月9號夜晚睇戲，出嚟睇戲咯喎。其後被告話：我都會帶埋白酒出嚟，介支白酒出嚟俾佢飲嘅。佢又話：如果喺餐廳啊開支白酒啊，要俾開瓶費㗎，不如去我屋企啊，去服務式住宅，我去煮嘢，兩頭再飲酒啊，啊都同意嘅。Okay.